Okay, this is a title fight. I expect a good, clean fight. We've been over the rules in the change rooms. Obey my commands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Touch gloves. Sit 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timekeeper.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Let's go, gentlemen. Roll four.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WF 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特约评论员郑文琪老师，欢迎。这是场初量级的冠军赛，没错，一上来王锦佳就是抱摔，好的，到了地面，龙云俱乐部呢都是扑摔系的，到了地面的话是他们更擅长的地方。不过我们其实恩波格斗出来的这些小伙子们啊，就是地面的技术现在是越来越成熟了。对。所以这场真的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两人就是目测的块头上来说，王锦佳还是要比这个俄勇稍微小一些。没错，肌肉块上小一些，身高是差不多。对，身高是高出来了3公分，臂展是高出来了2公分。而且两个人在榜单上的排名是俄勇排名第1，王锦佳是排名第3。王锦佳这边想要压制住对手，但目前看起来的话，对手的力量也很大，要下行，要逃出去。是的，把头藏在对手的两腿之间，是想要避免击打。没错，因为这场比赛，我相信双方一定都会非常的谨慎。要被拿背，好的。现在欧勇对自己这个2条腿的这个空档保护的还不错，搭上去了。好的，搭上来之后，想要给一个裸脚，这边好。手还是保护住，死死的握住对手的手臂，因为右手还没有插下来，所以王锦佳现在也是在试图把自己的右手给穿过来。让王锦佳身体关了个身体三角，没错，所以对游泳来说很难逃脱他的这个身体缠绕。是，但是这个位置对于王锦佳来说，即便是不能做裸脚，是一个击打非常好的位置。只要不打后脑。还是能够打开的啊！如果你看就是这样，一点点打开之后，一旦有空档，马上右手就插下来了。现在手啊就被对手夹在腋下，逃不出来。这边到了侧面，这样有机会转个齐衬也不错。没错，目前看起来对手对自己这个脑袋的这个空档啊，还保护得很好。是的，但是如果其实转过来能做一个拿背，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因为现在王锦佳。他虽然位于下位，但是他2条腿搭的这个扣啊，刚好是死死的箍住了俄勇的腰。对于王锦佳来说呢，他现在占据的是一个有优势的位置，所以他不用着急。对，对于俄勇来说呢，可能需要赶紧想办法了，想办法要破开对手的这个缠绕。因为这个位置很尴尬的是，他做虾行基本上不可能。如果能够想办法转过来，借着龙网往后走一走。但是这样，即便走一走也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腰被死死的箍住以后啊，相当于做动作没有发力点了，这是很愁人的一个事情。所以，王锦佳现在还是在打肋，对，找头部的空当，这个往后找对手的脑袋，对，因为俄勇这样打基本上打不着啊。看，继续打肋部、打头，王锦佳是一刻也没有停止他的输出。他这样做其实还是想要去找空当，要去做裸脚。目前看起来呢，这个还是挺困难的。是的，对。其实对于何勇来说，现在这个位置，他借助龙网蹬一下的话，可以砸死在王锦佳的身上啊。这边俄勇没有机会起身，王锦佳也是在。好，翻转过来，王锦佳的这个力量可能更强一点。是的，死死的压到了一个齐衬位。没错。好，拿背了吗？这是要起身了。好的，俄勇到了上位。王锦佳的右腿看能不能穿出来？没有。王锦佳要死死的掰手臂，但是这个位置很难，手抽出来了，漂亮，有锤击的机会。好，马上站起来。连袭击漂亮，但是被对手差点接腿。最后10秒钟，连续的锤击，连续的击打。王锦佳应该是选择先躲。王锦佳，哇！在被对手连续追打之后啊，这个王锦佳这边是没有办法很好的保护自己。没错，
第1回合结束的钟声已经响了，我一度以为呢比赛是终结了。没错，Steve 的话还是及时的那个笑声啊，终结了这场比赛。没错，对 ，Steve 上去叫的是时间到了，禁止击打的。Okay, round 2. Are you ready? You ready? Let's go, gentlemen. Round 2。好的，双方进入到第2回合，继续连续的进攻。没错，王景佳除了抱摔之外啊，可能在战力上是和对手难以抵挡。对，因为在第1回合末的时候，俄勇站起来之后，他的持续的战力击打的输出啊，真的是比王景佳要强。这边要去抱摔，还是要抱摔进地面，但是抱不住，对手防得很死。对，反而是自己。连续的找有点危险了，还是要想办法赶快抱住俄勇。这边还要连续的锤击，把对手距离控制得很好。没错，王景佳完全没有这个抱摔的这个距离完全不够啊。是的，但是打到现在啊，第1回合结束了，第2回合一上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战力击打方面啊，王景佳差俄勇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对，连续2次的抱摔，距离都太远了。没错，没有抱住。反而是俄勇的平勾和后手拳真的是势大力沉，又一个飞机。现在有机会啊，被对手压住了。是的，连续的几次抱摔呢，让王景佳这边体能消耗的很快。没错，还是想要去抱住俄勇压胯，这个防摔做得很好。好的，再把对手推开，还是要继续击打。好，这边还有机会。勾手。哇，漂亮！击斧，向下的砸击。王景佳还在通过2条腿来做防守，没错，但是效果并不是太好。好，想要做主动防御。俄勇控制住对手的2个脚踝，还要过腿，哎，过来了，漂亮！连续的击打。是的。好，现在反而是俄勇越打越轻松。击斧，再击斧，漂亮！这边击打头部，比赛马上就停了，漂亮！应该是通过刚才那个击斧，俄勇这边是奠定了比赛的这个胜利。没错，王景佳因为在战力上面和对手差的太多之后啊，显得到后来就是越来越力不从心。的确是，还是那句话，真的是一旦回到了战力击打的时候，俄勇的优势真的是太大了。那要恭喜啊，俄勇这边拿到了雏量级的冠军腰带。没错。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至第2局1分47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颁奖嘉宾武林风创始人、中国竞技武术倡导者吴立新先生为获胜方颁奖。俄勇也获得了我们雏量级金腰带。这条金光闪闪、沉甸甸的金腰带加冕在了俄勇的身上，他就是雏量级的最强王者。恩波格斗的创始人恩波先生也为俄勇戴上了洁白的哈达。好，感谢颁奖嘉宾，也恭喜获胜选手。